你堪比受阳光尊贵欢迎，因为你捌创造万米，万米伫万米受创造，拢是对你的旨意。即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来学乐。我有希望，在我心，我有希望，在我心，我有希望，在我心，主的喜乐无人能夺去，我有平安。在我心，
读。我是上帝万能的创造天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马利亚出世，因本叫道道人来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上帝大名。伊要对我来生活活人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教会，圣道的上方，所以下面欲嫁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读启文，启文信息的第33。我来替恁来译。恁究竟要将是谁比并上帝？用啥物形象甲上帝比并啊？恁举目看顶面，我是伊创造者的。照数目带遐的万军出来。伊一个一个称伊的名，因为伊的大权能、大气力，免一个也无欠。雅各啊，你啥事讲？以色列啊，你啥事讲？我的道路稳目伫耶和华。我就按照你着上帝了理。你却袂知吗？你却袂听见吗？因为这个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伊无夜也无神，伊的地位无通测度。夜神的伊家己认认。真正的伊家己的最大。少年人也会会神，勇壮的人也会滑倒。独我到耶和华的地着新的未来。伊要亲像鹰鸟展翅飞悬。伊只有有名，名有神。这是咱要来祈祷，请按头。感谢阮伫天里的爸，因为你的疼，阮日常所做所行，拢因为有你的恩典满满。阮虽是你的囝儿，阮嘛会拄着恶担当的时阵，但是阮依然还要倚靠你，求你引带甲扶持。阮天里的爸啊，求你特别看顾教会中年老的长辈，求你予因会出，因会入，拢有你的平安存在，有喜乐的利命。阮也求你保守阮伫咧病痛疼中的兄弟姊妹，也求爸你会当亲手用圣手来医治，互病痛会当早日脱离，得到身躯的复健。求主会当特别恩待台湾即个地、即个国，互即个所在的政治有平和，互咱的经济有稳定，互百姓会当伫咧遮会当安居来徛起。阮安尼献上阮所有的感恩甲祈求，求主会当较耳来听，阮的所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学咯。
即时咱要来读上主的话，记载伫个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35节到39节。我来读，恁来听。35节，西比泰的囝雅各甲约翰求婚，来甲伊讲：先生啊，既若阮所对你求的，爱你甲阮行伊，伊就甲因讲。爱我甲恁行啥物啊？37节，因甲伊讲，准阮伫你的阴间，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若是耶稣甲因讲，恁所求的恁毋知，我所啉的杯，恁会啉吗？我所爱的洗，恁会受吗？39节，因讲会。伊甲因讲，我所啉的杯，恁要啉伊；我所受的洗，恁要受伊。以上，咱今日要请华长老替咱证道。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来的时候，那个招待的就说9点有2位香港的兄弟姐妹。啊，你们9点就来做礼拜，人家9点就来做礼拜，你看你们10点哦，没有10点我们应该都到齐。台湾大致上一场礼拜都是10点，你们呢非常高兴，我们有香港来的，有从美国来的，也有从菲律宾来的，上次有从澳洲来的，有从加拿大来的，所以我看宝宝现在也确实要待命，可能以后要用英文做讲道。怪不得今天你们来，我们都非常高兴你们，然后看到你们来，我们心中充满着高兴。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神最祝福的。我们请跟隔壁的用心哦，用你们的心哦，先跟他祝福哦，用你们的心哦，不是我们在应付哦。平安，平安，平安，要你的心平安哎。我们祝福人家平安，祝福人家平安，手留余香，也是祝福我们自己耶。平安在基督教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美的名词，而且我今天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你看我有戴眼镜哦，我上礼拜要看得到，今天我戴眼镜，我发现戴眼镜没有用，我这个也看不到，反正都没关系。我们是为你做什么？我们保罗先生告诉我们，你们当什么？一无挂虑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跟神求，就神所赐的，从上帝而来的基督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会超出乎你的意料，
会让你们得到你们所求所想的，就像以弗所书3章20节所讲的一样，平安，非常好的。神叫我们求，只要你们求，就给你们。爱你求啦，爱你求讨，敲门就给你开啊。讲了老半天，整个圣经里面你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说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所看到都是主为我们做什么。点如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说：“我能差遣谁呀？”以赛亚说：“差遣我，差遣我。”我们能差遣谁呀？那么我们今天所念的圣经里面，今天收看的先见来宾，就是耶稣第一次传唤门徒在加利利海边，他先呼召彼得跟安德烈这2对兄弟。其实如果依照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是第2次的呼召。呼召彼得跟安德烈，他们整网打网撒网捕鱼，几枚俩鱼啦，有没有多少鱼？没有。所以说跟他们怎么讲？到水深之处，最深的所在，拿个帕位撒网下去，哇，好鱼好多啊！叫隔壁的人一起来捕鱼哦。然后他们发觉到说，哎，耶稣不一样哎，刚跑上来，主啊，我是个罪人哎。发觉到耶稣是非常的伟大。然后又看到约翰跟雅各、西庇太的2个儿子，他的妈妈叫撒罗米。如果照圣经所记载的，应该是他的姨丈，伊拿姨，他的姨丈。那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的那么清楚，但是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所以是经常我最喜爱的门徒，讲的就是约翰。好，当初他们在那边撒网捕鱼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呼召，可是，在耶稣快被钉十字架之前，如果照马太福音所讲的，是他的妈妈西比泰的太太撒罗米带他2个儿子约翰及雅各。那么照马可福音所讲的是，他把他妈妈省略掉，就讲约翰跟雅各来跟耶稣讲说：“先生啊，无论我们求什么，你都给我们成好不好？”你们讲说这个人讲什么那么大胆？没有错，耶稣3年的教导里面都告诉我们：你们求，劳苦重担的来就到我这里来，我必让你们得到安息。你们求，你们求就得着。耶稣希望我们跟他求啊，希望我们祷告，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我们非常注重礼拜时间，主日的做礼拜？因为这是跟上帝直接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跟上帝的亲近，很美好的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们2个来，要我们做什么？”哎，他想说耶稣快去革命了，就像那马加比革命，耶稣要革命了，耶稣要做王了啊！所以我们2个来，耶稣啊，你做王的时候，当然他没有讲错，你荣耀的时候，让我们怎么样？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做什么？左宰相、右宰相，这居高位。你不要觉得这2个人不对哦。跟随的门徒们每个都有这种心思，所以那些门徒啊，也很心啊，那些门徒啊，心理上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啊！怎么只有你们2个在那边？如果耶稣到时候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坐在他的左边跟右边呢、就是笑一笑。你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这个跟当初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在行走的时候，他看到西比泰他们已经捕完鱼了呢。我们看到西比泰可以捕完鱼，表示约翰跟雅各他家里算不算有钱？有钱呐、啊，他是雇工可以捕鱼诶，他们在那边收拾渔网的，鱼抓了完呢，彼得抓无鱼呢。彼得跟安德烈没有抓到鱼，他们家里已经抓到鱼了。在捕鱼的时候，为什么叫捕鱼？
在捕鱼的时候，表示说他们已经捕到鱼的，已经有钱的，这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这是一个富有的家庭，我们所看到什么？如果所有的图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条鱼有故宫下江南啊。我们如果看到彼得跟安德烈的鱼是两个兄弟，可这条鱼里面还有故宫，对故宫表示说这个家庭是有钱的。理论上来讲是没有钱的人反正无所谓，你只要带我走，我就跟你走。可是有钱人的家庭不一样哦。有钱人的家庭说，为什么我在家里好好的，我为什么跟你走？搞不好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讲？他们立刻拜别了他的爸爸，而他的这些朋友们就离开了。各位有听到？各位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讲到妈妈。为什么没有讲到妈妈？他的妈妈是跟着这两个兄弟里面去服侍耶稣诶，在十字架下面。跟着耶稣一直走，3年多来就照顾着耶稣，伴随着耶稣一直走。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拜别的父亲、母亲，甚伟大。尤其母亲，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很少提到姐妹，可是圣经里面提到跟随耶稣的，反而说那些妇女。所以书面所讲的妇女是大群，现在的教会也一样，在教会的姐妹比我们兄弟更热心。我们甚至对姐妹跟兄弟，你看你们人还比较多一排吧。我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服事里面，我们的姐妹里面真的是让我们感动。我们以前都是男人主义，圣经里面所写的都是男人。可是说真的，圣经里面如果你去看到每个女人，都让我们觉得每个妇女都让我们很感动。教会如果没有妇女的话，教会没有这些姐妹的话，教会没办法把福音广传呢。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要对这些妇女们表示最大的崇敬，而不是母亲节那一天而已。在母亲节我们也特别会讲到，母亲节特别那一天是母亲节，其实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昨天我的儿子去古林教会，古林教会后面的一个教育馆，他们特别把我爸爸妈妈。他们在教会的事工，还有我爸爸妈妈两个。我家里面有我爸爸妈妈的照片哈，那个照片被古林教会抢走了，挂在古林教会。所以我儿子特别把它拍下来，寄来给我们。那是爸爸跟妈妈的，阿公跟阿妈的相片。每次看到他们，我心里上都有感叹，他们完全一生为主而奉献。鼓励教会，我一直拜托他们不要挂他们的照片，忘掉他们，你们只要相信有主耶稣就好。所以他们说，那我们可以摆在后面的教育馆吗？你不让我们摆在前面，可是我们摆在后面总可以吧？不要把我们干涉这么多，还有那2张照片也不还给我，所以本来挂在我家那2张照片已经被鼓励教会拿走了，我家也没有照片。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说，你们求什么就给你们。然后耶稣告诉我们什么？那么耶稣在荣耀的时候，我们可以当你的宰相。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我荣耀的时候，你要给我当左右宰相哎，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人家这样好不好？太棒了嘛！我去瑞典喝，我看能不能得到诺贝尔奖。对，刚才我忘掉，我们还有瑞典来的。那相对的，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的杯你们能够吃，我的杯你们能够喝，我喝的杯你们要求是，你知道吗？我的杯你们能受得了吗？你们受得起，你们都能够受吗？我所做的事情你们能够吗？我是要去钉十字架，我是要去做救赎的工作，你们能吗？弟兄姐妹们，当然你现在我问你们，你们一定跟我讲，我们能，对不对？就昂先嘛，绝对没问题啊。你们可以为此工作，可是当时的环境里，你们想想看，当时他们2个人是要去做那个行政院长跟那个总统府秘书长的人。如果你当总统的话，给我一个做总统，一个做行政院长，一个做总统府秘书长，没有的话，国会秘书长也好。他说中华没有的话，那给我做考试院长，给我做监察院长，给我做司法院长。没有就是说，
我所说的杯，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耶稣没有讲的，讲的再白一点，就像在约翰福音21章对彼得所讲的，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我爱你。彼得说我爱你哦。耶稣跟他怎么讲？要爱我怎么样？牧养我的羊群呢？要爱我就要做工哎。然后啊，做工完之后你会得到做左边右边的丞相啊？没有呢。等你爱我，你为我做工完之后，有一天你会被跟我一样的待遇被钉十字架，跟我一样的待遇会受苦，跟我一样的待遇会得到在世人所看那是不值得的，可在天国所看是荣耀的。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耶稣告诉他们，可是你看到约翰跟雅各怎么回答？哦，反正你一定会有你的王国，我们能的，没问题呀。这些话很熟啊。小航现在一起唱，彼得嘛，谁都离开你，只有我不会离开你；谁都会背叛你，只有我不会背叛你。哎，这很熟啊。主耶稣啊，你要骂他们，他们都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主耶稣，你放心好了，所有人都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真的吗？你就慢慢跟着，约翰带他进去的，慢慢跟着到会堂。他说：“哎，你是那个人哦，这个人我不认识哦。3次不认主的也是彼得，讲说永远不离开主的也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彼得。就像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讲拔山那的也是这些人，然后施非又把他钉十字架的，钉他在十字架的也是这批人。我们在笑他们。”我们会想到自己考过也是，我们也是这批人。我们要自己要反省看看，我们有时候是随风草哎。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那我们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够升官，我能够发财就好，是真的这个样子吗？所以告诉我们，耶稣受的苦，耶稣教导人的耶稣的谦卑服侍，我们能受吗？耶稣这样艰苦，耶稣交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任务？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招万民啊，大使命啊，招万民来当我的学生啊，你要招万民来当我的门徒啊，你们要招万民来当我们门徒。我们感谢主，上个礼拜我们受洗的人很多，去年，我觉得今年我们希望能够再倍增，因为这些人是最有福气的人，是上帝最喜欢的人。从未信主到信主的人，这是非常大的福气。我觉得我的福气没那么大，因为我是第3代的基督徒。可是那种初信者到教会来的，所以圣经讲说，末后的要在做起初，起初的反而在末后，落尾要做大先啦。信主的人反而会比我们这种历代的基督徒，好像是信基督徒是理所当然的人更有福气耶。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一直在跟耶稣求，我们一直都跟耶稣开口。你说耶稣不喜欢吗？耶稣喜欢呢，上帝喜欢呢，上帝喜欢人跟他亲近，喜欢跟他求，而不是跟亚当夏娃一样。上个礼拜讲亚当夏娃做什么？躲起来。我们希望勇敢的跟耶稣求，你这个事业都跟耶稣求。我这个人很贪心，我只要一出门，我要去上班，我就开始跟耶稣讲说，我今天可以有先看一下，我今天大概这些事情，上帝啊，交给你哦，上帝啊，拜托你哦，今天我要见谁？今天我要做什么？今天我要约定什么？今天我要怎么样？上帝啊，这些完全交在你手上，求你帮我安排所有的行程。因为上帝又不是你的奴隶，没有，我是恳求上帝带领我的行程，背着我走我的行程。而且我觉得这70年来非常的顺利，因为上帝真的是带着我走，背着我走。所以当耶稣问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同样回答，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可以做音控嘛，我可以做敬拜赞美啊，我可以诗经不见得嘛，诗经还要经过训练啊。
我可以唱圣歌队，圣歌队不是唱训练啊。你看我们今天泽温哦，本来还想逃脱，被抓回来，你还笑？有来练圣歌就要来唱圣歌队，来圣歌队只有一种是哑巴蹦唱，但是可以用笔的。每个人都可以服侍神呢，所以我们应该跟上帝讲说，我能够为你什么？就像甘乃迪总统的名言，不要问我国家能够为你这么做什么，只问我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我们应该讲说，不要问教会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能为教会做什么。第二个，耶稣侍奉的态度，我们看到耶稣侍奉的态度是我们所应该特别学习的。那10个门徒想到说，这2个人。凭什么？凭什么？为什么圣和兄弟的走左边，那个谢长老的坐右边？啊，我嘞，我坐哪里？啊，中间是主耶稣嘛，对不对？这样好吗？所以他们2个会上就很生气，你们2个怎么人精人像？你们2个兄弟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好康拢恁摕得去，啊，歹康拢我来叫。没有，耶稣笑一笑，告诉他们，你们在中间哦。你们要当大的，你们要做大官，你要成大事的人，我要做什么？我要去服侍，所以伟大的就要做人家的佣人啊。我们对佣人这个名词，我都觉得很奇怪。每个民意代表，每个政府高官、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所有的立法委员，所有的高官都讲一件事情：我是人民的公仆。这句很熟嘛，对不对？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我都是为你们服务。真的这样吗？我一直觉得说这句话其实有问题。讲表面上我都是人民的公仆，其实是高高在上的大官。耶稣的佣人不一样哦，耶稣是仆人式的侍奉，耶稣是真的要谦卑。你要服侍的人，要做大的人，要反而做那个最小的。要服侍人才是做大的。今天不是我在这个宗教会争取做长老，好伟大，长老一点都不伟大。这个教会唯一的头，唯一的 only one， 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是耶稣基督为首的教会，没有其他的人，没有谁比较厉害，也没有谁比较有钱。可能用人的看法，有的长得比较好看，有的人长得很不怎么样。就像我都觉得我太太长得比较好看，所以那边嫉妒。它相对的，这个教会唯一的头是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任何人比耶稣基督更伟大，也没有一个人是头。每个人要做长子，要做同工的人，就要去侍奉人。侍奉谦卑的侍奉是我们所应该的，所以病人不是要受人家的侍奉啊，耶稣来不是要被人家侍奉，乃是要什么？要服侍人，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舍命。你们能够吗？阿嘎贝的爱，而不是只有爱，是阿嘎贝的爱，爱加倍，阿嘎贝，爱加倍。什么叫爱加倍？什么叫阿嘎贝？牺牲的爱，奉献的爱，牺牲你自己生命的爱。所以也是仆人式的侍奉，是谦卑，是连续。尤其耶稣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在3年里面，他所接触的都是那个最低层、最值得同情。可能你觉得这些人是最不堪的人，反而是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人。所以他说，只要你坐在最弱小者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只要你去服侍那个最卑微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什么叫最卑微？我不敢讲很多，可是如果你有空在台北车站，等到半夜的时候，你去台北车站上走一趟，很多人躺在那边，你能蹲下来服侍他们吗？我们今天早上都到北京教会去，那里，我讲了很多次只要你进去，你就闻到味道，因为那个味道一点跟现在的味道不一样，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的味道。
那个才是真的是穷人的臭味，但是是耶稣的香味。什么叫香？什么叫做臭？我们要是仆人式的时候，是谦卑女性的时候，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是舍身的侍奉，是将你的生命完全抛弃的侍奉。我每隔10年我就回首一看，10年就回首一看，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这10年来，我只要碰到任何一个很困难、很挣扎的问题，我发现完全依靠神。当时我会觉得奇怪，说神啊，为什么你会给我这种磨练呢？我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样子啊！每次看到报纸说写出来蔡崇义好像很差很差很坏很坏，甚至我根本跟记者不联络，报纸都躲起来非常低调，只要不见到我就好，我的名字不要出现就好。可是我也从来不跟人家做任何的抗辩，也不做任何答辩。主耶稣都没有，就算以赛亚书他被牵在受宰之地，也不开口。伸冤在上帝，不要自己伸冤。这么10年过来的，往回头一看说，那些批判、那些真的攻击你的人，反而你比他们更好。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是最好的，我不好，我真的不好，我是个罪人。但是相对的，只要我们凡事倚靠神，凡事倚靠神，神自然会为你做工。他背着你走啊，在撒旦的脚印里面讲的最清楚，是背着你走的。你能够完全交通吗？完全信任吗？你相信主就在你的身上做工吗？所以我们对主的服侍的态度变成什么？神的服侍态度，他用的态度是什么？我就像我们每次祝祷都会讲到一句话，什么？在民数记里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向你扬脸，我们台语翻成什么？好你欢喜。其实真正的原意是像喜悦，愿耶和华喜悦的脸向着你，不是这样看你哦。上帝应该在天就这样看你哦，没有。愿耶和华是这样扬脸，这样看着你，用很喜悦的，用很欢喜的脸这样看着你，是你平安的。所以这个平安是要抬头起来看着你，才有真正的平安呢。你就平安了，那个没有平安呢。美丽姐平安啦！美丽姐，你看她的手现在她是目前我们穿的衣服最贵的，她的手这边就11万，因为有一个钢骨钢铁连上去，手术11万。我说她穿的这衣服一穿下来，她这一只手比我们全部都贵她光那个手就11万啊。她每次看到就很高兴。这个平安要出自内心的平安，是上帝本身在民数记耶和华，上帝本身是仰着脸，要欢喜的看着你，赐你平安。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们为什么每天晚上9点要灵修代祷？我们要经常跟神保持畅通无阻。我们这个电要插上去，刚才我们人墙特别当然思维这边没有开关了。你看我现在讲话你都听得到了嘛？所以要怎么样？要把开关打开啊！开关打开以后你才听得到。跟神也一样你插头插上去你不是买个水龙头说墙壁一装的话打开就有水，要接，要跟神对接，要跟神亲近那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会替你祷告，你怕什么？只要你每一天保持一个时间很安静在神的面前，上帝会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们要记住，神会超过你所思所想。只要你跟他们随时保持神的联络，神本身
他用的是仆人式的侍奉。上帝的圣不是高高在上之后，来，蔡朝宇你过来，没有，他只要你靠近他，他就把你抱在你的身边，就像我家那只小猴子，它实在非常厉害哦。差不多3个月之前，它可以让我的背能够躺，几乎躺3个礼拜不能动。然后上3个礼拜，它又让我的眼睛又一个大撞击不能动。其实我每次想到它，我都说，哦，它力量在好大哦。如果今天变成大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不会，我觉得它力量好大，好可爱，我到现在还觉得好可爱。所以我跟桂香每天大概共同的话题，最重要是，哦，我们家实在叫好水耶。我们那只小猴子有澳洲无尾熊血统的小猴子，在非常可爱。别忘记哦，其实你们想想看，上帝，如果你通过主耶稣做你的中保，上帝是你的阿爸父神，你的阿爸父神用什么样的眼光在看着你？你想想看，一想的话，心里就好兴奋哦。阿爸父神，哦，我的阿爸父神是无所不在，是自然拥有，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阿爸父神，是我的阿爸父神呢。他看着我，都是最可爱的一面。那么你还不亲近他吗？你为什么要离开他？你让人家敬畏中高雄就赶快跑回来，对不对？要跟阿爸父神，跟上帝永远在一起。上帝永远在一起。你从香港回来还记得在教会里面亲近神，你们会得到加倍的祝福。上帝一定会给你们加倍的祝福，因为你们跟神亲近，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是什么？他是仆人式的侍奉，是谦卑连续。所以他甚至在最后晚餐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帮门徒洗脚啊！你们做大的要做人家的佣人啊，打人这一咖，现在洗脚，你可能说是我觉得我们2年之前还有办洗脚礼。他说洗脚礼，有人跟我说，太长老不要用洗脚礼啦，洗脚礼哦，大家袜子都好臭哦。那你就不要穿袜子，再穿拖鞋来好不好？洗一洗再过来，其实也不会吧。再怎么臭都比耶稣更臭吗？有时候你不要忘记，当你为那些你觉得很臭的人服侍，换的是一个香味。不要忘记，臭是一种香。耶稣为门徒洗脚，然后告诉他们，门徒说：“哦，你不能帮我洗脚哦，我不配哦。”这不是不配。你要做大的人，你要服侍人的人，你要帮人洗脚，你要谦卑。你是个学生，你要谦卑。你要念书之前，你要祷告上帝，上帝求你让我今天所念的书能够记得住。这是我从大2以来最大的经验。我那时候头脑是好的不得了，我以前都是最差的学校。自从上大学以后，就是我们法常学院，我头脑非常非常好，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追太太的缘故，好的不得了所以我考上法官的时候，一次就考上。第二次考，第一次差点等于9，我连书都没有，就是看教科书而已。他说什么几百题要考前猜题5题，我从来没有。第二次就进入了。上帝在你的面前的侍奉，那最奇妙我考4种高考，全部考上，最差的是全国第2名。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去考试，但我阿姨知影阿姨知道，因为我拢去倒混。旅馆好贵哦，去他家吃不要钱又有东西吃的，而且可以把他们2个小孩都赶走。那相对的，上帝真的在你面前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所以你要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上帝
主耶稣问说我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你能不能也一样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通常说耶稣跟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应该说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我们在巴提买的期间我们都很熟嘛。巴提买，你看这个一个乞丐，瞎眼的乞丐在路旁乞讨，他听到耶稣要来，那时候耶稣刚从耶利哥，我们所看到这章节里，我们不再念了，因为太多了，我们不再念。各位这个故事，我想你们有时间你们就去看，你看在讲到大纲里面，我特别讲说这个故事你们特别去看一下，这个大纲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他们他从耶路刚出来，你知道他们耶路哥做了多少事情？杀该的故事有没有？就在耶利哥发生哎。那段时间啊，医病赶鬼，耶稣忙得要死哦，累得要死哦，所以他们要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很累很累，在走路的时候，所以有一个不长眼的，叫做巴蒂买，主啊主啊，主耶稣啊，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啊，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啊，救我！你知道旁边的人一看旁边是什么？不要吵啦，吵死了！不要吵，耶稣累死了，不要吵他。我们是不是经常做这种事情？不要吵，累死了。哎，我们做礼拜哈，不要吵，安安静静就好哎，做礼拜完之后，跟神就交代，上帝我来打卡了，来做礼拜我先来打卡，我就打完卡了。哎，上帝我要打卡哦，你看，这个礼拜，你看我都有打卡。上要你的心，所以叫做心灵跟真挚的敬拜。你再看看，主耶稣救我，他们就跟他讲说，不要啦！你看耶稣一边干鬼，大概讲耶稣做了多少的事情，哎呀，不要。可是我们看到圣经所讲的什么巴蒂买叫得更大声啊，说哇，大卫的子孙呐！哎，要我的话，我们很爱脸皮耶，主耶稣啊，不要讲话，好了，我不讲，我是个底层人，我是个乞丐，我不讲。他不是不讲，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叫得更大声啊，叫到耶稣听到。然后耶稣说，把他带过来。耶稣虽然累，可能那些门徒是体贴耶稣，不喜欢耶稣再这么劳累，也可能他很烦，他是继承的人，身上你想想看，做一个乞丐，身上一定臭得要死。身上哪里压他的？然后可是耶稣他就越发大声，大卫的子孙，耶稣做什么事情？他说：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哦，耶稣讲的呢，所以他说我要能够看见。耶稣信救了你。最后那一段，各位有空再去看一下，他做什么事情，就一个跟随着主耶稣。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我还是在强调，在教会里面，我对我们的姐妹们，我非常的敬佩，也谢谢你们，因为你们在付出，你们没有问主，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主一定会纪念你所做的。所以说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四处传福音的时候，也从来不问他们能够得到什么了。他们没有传福音之前，还会指着你做大，你做小，我做左边，我做右边。等到他们开始传福音，他们都准备，每一个人跟耶稣一样，就被钉十字架也无所谓。每个人的心完全不一样，只要我能够侍奉就好。我们很多慕道友受洗以后，他们就积极去侍奉。他们看到人很高兴，就告诉他们：你看，我以前也没有信主，你看我信主有多快乐。他们没有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大能，神会在他们身上显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要知道，你呀，你能不能自问，你能为耶稣做什么？我们都是上班族，现在是手机的世界。我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手机突然有一天掉了，你会不会很焦躁？连我太太不太用手机的人，手机没有拿，她都觉得怪怪的。现在我们是手机控制的世界，每个人手机人手一机，不止有时候人手好几机，一定要手机。所有的手机有一个人，他下班以后突然接到手机，陌生的手机一直亮。现在台湾就是台湾
自称为诈骗共和国。台湾最有名的是诈骗，什么没有？台湾是全世界诈骗的老祖宗，始作俑者就是台湾。哇，现在啊，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什么人都不能信任，所有来给你说借钱，所有说你的朋友都是假的。以前哦，都说我们要相信人，要对人很好，现在都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人，所有的手机说会赚钱都是假的。突然你的最好的朋友跟你讲，哎呀，好久不见了，说，哎，这是诈骗电话，你立刻把它挂断。所以他接到电话第一件事情，这个人做什么？喂，听到个小女孩的声音，爸爸，爸爸，见鬼了，我还没结婚哪有爸爸？赶快把它挂断。声音这电话又来了，现在赖都不要钱嘛。爸爸不要挂我电话了，他又把它挂断。把那诈骗的叫小孩子来诈骗，现在 AI 哦 ，AI 是老人去用 AI 生成的那个声音也是小孩子的，可以完全一模一样模仿。我们去那个调查局在试验哦，真的是很可怕。你只要讲一个字而已哦，一个字哦，他立刻把你的声节录下来，以后随便你讲什么话，找一个人随便讲话，跟你的声音一模一样。哇，现在 AI 实在太可怕了，可怕到我自己都觉得说，老婆我太太打电话给我是假的。哎，所以哈，你们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挂断电话，对不起，请你们最好用那个用写的，因为哈现在电话没有人相信。我经常接到电话，那天那个法务部长因为新来没多久打电话给我，一直打我把他挂了4次。我说，你有先叫我的名字，学长啊，我是谁啊？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我是所有的电话一来立刻挂断。因为我换电话立刻挂断，他突然不小心让你问到我的电话就打来，我想说怎么有人知道我电话，连中国都不知道我电话，怎么可能有人知道我电话？来就挂断，再一样一直挂。就第二天，那个女孩，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声音又来了，爸，你呢？爸爸，你赶快回来了，我好想你哦，爸爸，我好痛苦哦，我好想你哦。奇怪。跟诈骗电话不太一样，诈骗电话一定会跟你讲说，哎呀，你的存款哦，你的你从香港回来，你们香港的那个信用卡掉了，你们香港的那个出机场的出境哦，少了多少钱？你要告诉我你的那个信用卡的密码多少？没有，爸，我好想你。怪怪的。然后呢，再跟下去，爸爸，我告诉你。我来到巷子，那个女孩子有句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妈妈说这个电话没有打错啦，你不要挂我电话。妈妈说这个电话是对的。爸，你知道吗？我每次挂着都好痛苦哦。你赶快回来，我知道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出差，可是你赶快回来看妞妞。妞妞实在好想你哦。妞妞说，妈妈说你工作很忙，每天都是妈妈一个人照顾我，看她好累。爸爸，我知道你很忙，啊，但是如果你来不了，你能不能亲妞妞一下？在电话亲妞妞一下，爸爸，我好苦，我好痛苦哦，爸爸，我好想你呀，爸爸。他突然愣住了，这应该不是诈骗吧？就开始滚一下。爸爸，我去，爸爸，能不能再吻我一下？他就一直吻。那个女孩子说，我好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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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声音了，他突然没声音了，我好快乐，我好幸福。他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声音？突然，一个年轻的妈妈的声音出来了，说：“先生，很对不起，这一天是打扰你，我的小孩子命很苦啊，他从小时候都得到了骨癌，可他的爸爸不幸车祸去世了，夺去他的生命。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妞妞，可是花牛帅很苦，他每次很苦的时候都想到非常爱他，很安慰他的爸爸，所以他就一直吵着说，我能不能跟爸爸讲个电话？所以我就随便编一个电话。
这边变得打扰你的生活。他每一次化疗都非常的苦，应该是古怪，每次化疗都非常苦，非常苦，非常苦。他每次哭的时候都叫爸爸爸爸爸爸。可是那个人突然想到，六六现在怎么了？六六现在怎么了？他说，六六先走了。接着我很谢谢你，因为我在电话里面有听到，他说他很快乐，他很幸福，因为你在电话里面有跟他吻了好几声。先生，很谢谢你，很谢谢你，让他走的时候没有挂碍，因为我很看到他走的时候还紧紧抓着手机，满脸的幸福。他只讲一句：“爸爸吻了我，爸爸谢谢。”你们能为上帝做什么？你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我们有时候举手之劳，你都不愿意做。我们看到一个新来的朋友，新来的兄弟姐妹都是我们主内一家人，你去跟他打个招呼，也告诉他耶稣爱你。有时候我们都不敢讲话。我每次看到那个美娥姐，我都觉得心里很高兴，因为她连坐计程车都在传福音，那就跟她祷告。我们有时候都面子问题，不敢传福音，一点点的施舍。主耶稣啊，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钉死，他的宝血洗了我们所有的罪。你是我们的中保，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让我们跟神再合，我们能够换胆的称呼阿爸父神。神，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倚靠的心，每个人有凡事叫托付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问主，我能够为主名做什么？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上。我们的圣洁是圣旨，当作活祭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重用我们。我在这里求差遣我们，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就是请咱起立来吟圣诗576首。
乡民389首，金丝线咱请蔡长老替咱祝祷。愿上帝的保守、上帝的救赎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圣灵充满着你们，你出你入都有神与你同在。我最后所记的稳定，天父上帝听他，圣灵相通，今日三角地地对这时，直到永世大如说阿门。阿门。这是我要来报告，要报告代先，咱来介绍咱几位的迄个新的朋友吼。一个是金称因阿妈某，为美国加州。好，欢迎，欢迎你们啊！啊，搁一个是方弟兄，伊位上香港来，是跟夫人一起嘛哈，欢迎你们。那个也欢迎那个美国哈的夫妇。那会后请大家甲因小互相交陪。那我即摆要来报告吼，下主日轮着圣工的兄弟请备办心。咱今仔日共款会后有迄个小组的迄个分享吼，啊，请大家会当参加。今仔日妇女甲夫妇团契有邀请黄德恩兄吼，他来分享伊的信仰经历，啊，所以请小组了后会当留步来参加，因为德恩兄有真好的迄个信仰吼，啊，所以咱会当来听伊的信仰经历。啊，下主日咱才有每个月共款有调开迄个中职会，啊，请兄弟若有啥物提案，请会当通知迄个中职。那具体交通的部分，请咱继续为咱有身躯欠安，也是有伫咧出外工作的，啊，替因代祷。啊，搁有咱即届为着迄个后地长老娘吼，啊，甲缘分因一家来代祷，啊，搁有为着迄个许德雄兄吼，啊，因一家静怡、许月、许耀、许安他们一家来代祷吼，啊，所以咱共款吼，伫咧迄个小组的时阵会当替因代祷。那今仔日如果会后有需要的是请大家甲新的朋友来互相交流，啊，即时咱要请信官对来祝祷。
安，叫大家互相来请安，嘿。平安的地位。平安。谢谢。